自身免疫系統煩亂究竟係點樣出現、點樣發生嘅咧？自身免疫系統其實咧就係我哋身體嘅一個保護機制嚟。原來我哋身體亦都有另外一個模式出現嘅，佢就係叫一個自我摧毀嘅模式嘅。大家都知道，其實我哋免疫系統咧係幫我哋去做修補嘅、做修復。咁但係咧，原來我哋身體有另外一個嘅情況咧，就係一個叫自我摧毀嘅模式。佢係自己去攻擊我哋自己身體嘅細胞，而導致到我哋身體細胞啊、組織啊或者器官咧出現一個炎症嘅反應啦。咁而目前已知嘅咧已經有超過100種呢個嘅自身免疫系統嘅病嘅。咁啊影響全球咧大概5至10%嘅人口，而佔最多數嘅咧都係呢個嘅女性嘅患者，佔咗70至80%都係女性嘅患者，可能係同我哋女性嘅雌激素可能有關係啦。我哋臨床上邊咧睇得最多嘅咧就係同呢個嘅壓力有關係嘅。喺處於一個高壓嘅狀態之下，到最後佢壓力爆煲之後咧，就會出現好多嘅自身免疫系統嘅疾病，關節嘅疼痛啊、關節腫痛啊，突然間出現咗一個嘅糖尿病啊等等嘅問題啦。科研方面咧，亦都有研究到咧，呢個係遺傳基因有關係啦，係一個天生基因缺陷嘅問題啦。咁亦都有機會咧係同呢個嘅病毒啊、飲食啊或者環境污染等等，亦都會有關係嘅。而自身免疫系統咧並唔係一個單一嘅原因啦，咁佢係有機會係會夾雜住好多唔同嘅情況，包括係一啲食物嘅過敏啦、環境嘅因素啦、壓力啦等等，都會有機會造成到呢個嘅自身免疫系統問題嘅出現嘅。